個伊朗女人唔單止唔按法規戴頭巾，咁仲喺社交媒體發起其他人一齊。1年以嚟嘅迴響好大。伊朗革命之前曾經被稱為中東小巴黎，都幾開放㗎。咁革命之後，政府嚴厲控制。咁近年女權運動有乜嘢進展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外界腦海中對伊朗女性嘅印象，可能係頭巾同埋面紗下嘅模糊身影。36年前伊斯蘭革命以嚟，伊朗婦女一直被要求喺公共場合戴頭巾，唔應該露出身體，要包裹起嚟。喺互聯網上就有惡搞片段，模擬女性體育賽事公開播放嗰陣，會係點樣嘅面貌？رها میکنه 3 بارو و بسیار زیبا ورزشکار چینی برای مدال طلای المپیک میتونیم روی این فرد حساب کنیم。當作係諷刺性作品仲可以㗎，認真看待呢個影片就大可不必啦。可能有人會認為係過分咗，咁始終伊朗實施伊斯蘭教法，有佢哋嘅自由，係一個國家嘅現實。不過，伊朗女性頭巾下出現覺醒，想擺脱宗教強加嘅束縛，同樣都係事實。有一個伊朗女人發起名為我的秘密自由運動，喺社交媒體勇敢曬出除咗頭巾同埋面紗嘅相，得到好大迴響。喺伊朗再次引起有關穿着自由同宗教傳統嘅爭論。炎炎夏日，女士可能嚮往着得清涼啲。不過，奉行伊斯蘭法嘅伊朗，即使喺攝氏40度以上，女性都要戴頭巾、着長衫，讓受法享受隨風飄逸嘅權利，還原與生俱來嘅感覺。喺呢一個國度並唔係人人敢做，因為犯法會被拘捕。不過，亦都有人敢於犯險，向想改變嘅人伸出援手。而家住喺美國嘅伊朗女記者艾琳扎布出生於伊斯蘭教保守家庭，但係自細就疑惑點解自己一定要戴頭巾。As a kid, my brother was an example of freedom, was a symbol of freedom that I didn't have it. That how he was free to run in a green, lovely farm without headscarf. 喺西方生活，令到艾琳扎布感受到求同存異嘅美好。Just look at them, 2 women with headscarves and 2 women without headscarves. They just, walk past each other without judging each other. Isn't that beautiful? I want to see this in my own country. 舊年艾琳扎布身在英國，喺社交網站設立群組，發放自己喺伊朗違法除低頭巾嘅相，抗議伊朗對女性衣着嘅限制。佢仲話估計好多伊朗女性都會咁樣做。此話一出，即時獲得好多支持。There are a lot of women who sending their pictures with headscarf, holding a sign saying that we believe in hijab, but we hate the compulsory hijab. Some of the picture coming from those young girls saying that they just want to feel the wind through their hair. It's a simple demand. To be like this is forbidden in Iran. 舊年社交群組設立短短1個禮拜，已經獲得13萬人次點讚，絕大多數都係嚟自伊朗。舊年年中粉絲已經達到40幾萬，1年之後嘅今日超過80萬人。壓抑已久嘅伊朗女性聲音被形容似乎係爆發出嚟，各大媒體爭相報導，全世界被聽見。
있었어요. 支持者更加進一步挑戰當局嘅底線，喺伊朗街頭就咁樣除低頭巾。呢一啲舉動引起伊朗當政者不滿，除咗喺新聞入面抹黑艾琳扎布，更加不停宣傳冇戴頭巾嘅女性喺唔情願之下同男性發生性行為，亦都唔算係俾人強暴，被指係以威嚇嘅手段控制女性國民。今年年初更加試圖通過法案收緊女性衣着嘅限制，最終不獲通過。部分伊朗女性鋌而走險，為嘅係擁有同男人同等嘅權利。到訪伊朗嘅西方女性官員為迎合當地披上有人視為係約束嘅頭巾。艾琳扎布牽頭嘅組織希望西方女性官員可以反過嚟向伊朗政府施壓，爭取女性平權。To support the struggle of Iranian women for basic rights, freedom and equality. Masih, please come forward. 今年年初，艾琳扎布喺日內瓦一個人權及自由嘅峰會上面獲頒授獎項，表揚佢嘅努力。平權之路有幾難行啦。咁正如佢自己所講，畢竟佢哋只係有 Facebook 社交媒體同文字，政府就有槍、子彈同權力。呢一場從來都唔係公平戰爭。有人唔想被強制戴頭巾、面紗，有人就支持。呢一張相啦，並唔係寓意支持同埋反對戴頭巾嘅伊朗女性喺度角力，而呢一張啦，亦都並唔係企圖將伊朗女性戴頭巾比喻做忍者，善於將自己隱藏。佢哋真係伊朗嘅女忍者嚟㗎。忍術源於日本，但係佢哋唔似日本嘅傳統忍者。的確，佢哋係伊朗忍術學校嘅女學員。學校成立於1989年，至今已經吸引3500個女人接受正規忍者訓練。佢哋相信忍術有助達至身心平衡。مهمترین چیزی که توی نینجوتسو هست احترام و تواضع. اینکه یاد میگیرن به خودشون。喺伊朗學忍術喺內修上用功，對學識尊重伊斯蘭教條可能有幫助。不過，當伊朗官方電視台報導國內有女性學忍術之後，西方傳媒就演繹為伊朗有意培訓女刺客作為國家武力嘅一部分。伊朗電視台隨即跟進報導，指出西方傳媒又一次歪曲，澄清學忍術嘅女性只係當成係運動。仍然有美國傳媒評論話，伊朗女忍者項目算係呢一個保守嘅伊斯蘭國家一次女性地位嘅提升，因為以前伊朗女性唔能夠做嘅太多。其實伊朗女性嘅地位並唔係一直都係咁，我哋由當地髮型潮流講起啊。上世紀30年代喺國王巴列維統治之下，伊朗係成個中東地區除咗土耳其之外最為世俗嘅國家。當時伊朗女性享有高嘅自由度，西方文化同時尚喺德黑蘭嘅街頭出現。70年代德黑蘭更加有東方巴黎之稱。其中一任皇后本人更加被譽為係時尚代言人。1979年伊朗革命係伊朗女權史上一個重要分水嶺。流亡國外嘅宗教領袖霍梅尼推翻巴列維王朝，建立摒棄所有外國勢力干擾嘅國家。伊朗政教合一，實施嚴格嘅伊斯蘭教法。革命之後，女性被迫着上符合教法嘅服裝。7歲以上嘅女性從此喺公眾場合要戴頭巾。伊朗風紀警察會喺街頭逮捕唔遵守女性服裝規定嘅女人。喺改革派人物哈塔米擔任總統嘅8年入面，女性嘅穿着大膽咗，頭巾鮮豔奪目。不過喺2012年由伊朗政府舉辦嘅女性服裝展入面，仍然大力倡導遵守樸素嘅美德。根據當局統計，舊年有超過300萬個女性因為衣着唔正當而被警告、罰款或者係拘捕。伊朗女權被限制，仲體現喺體育上面。昔日男女仔一堂睇波嘅畫面不再，女性被禁止進入體育場館去觀賞男性嘅比賽。其中原因係男運動員大部分都着得比較少。
舊年英籍伊朗女人加亞米因為抗議警員禁止女球迷觀賞男子排球世錦賽而被拘捕，觸發國際排聯不滿，向伊朗施壓。伊朗當局為免事件再發酵，宣布稍為放寬女性睇比賽嘅限制。嚟緊星期五喺德黑蘭舉行嘅世界排球聯賽，500個女人可以進入場入面觀賞伊朗大戰美國。佢哋大部分係伊朗隊球員嘅家屬。自2013年起喺魯哈尼政府當權之後，女性地位嘅提升出現曙光。女性權利雖然有進步，但係改變只係限於教義允許嘅範圍入面。不過女性從政同當官就開始有更多嘅變化。第一位外交部女發言人亞夫哈姆去到東亞出任大使，係伊朗革命之後第一個駐外女外交官。魯哈尼曾經話女性必須享有同等嘅機會、保障同權利。不過惹嚟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反駁，話男女平等嘅觀念係西方最錯嘅價值。有分析認為，伊朗女性平權嘅問題唔單純係社會問題，涉及國內溫和派同埋以宗教領袖為首嘅強硬派之間嘅鬥爭。有伊斯蘭文化研究學者指出，對女性嘅限制係展示政教合一嘅重要之處，政府有必要抓住呢一根稻草。咁所以喺女性權利上，政府仍然難以作出大動作。享受頭頂嘅陽光同埋輕風係咪聚過嚟啦？伊朗政府話，一切法律同社會規範都係源於對真主嘅信仰，佢哋有自己嘅一套。外人批評佢哋亦都同樣抨擊西方國家，女性淪為洩慾工具，話唔應該將西方價值觀強加喺伊朗女性之上。當伊朗嘅模特兒仍然需要遮住自己嘅頭到腳趾，但係就慢慢披住具有色彩嘅頭巾。大家或者可以理解，開創自己嘅一片天空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今集時多面睇講到呢一度，下一集再見。